消保协会最近抽检物条，发现有3件去验着防腐剂苯甲酸，其中1件是伫高雄卫生局随派人稽查。杨敦涵点名哪位洪晓玲讲反对删除冻结行政院长倒用台的薪水，洪晓玲强调家己毋是乌白乱台的。美军又搁攻击伊朗，也甲沙烏地阿拉伯合作控制伊朗支持的民兵，另外搁有天然气船受到攻击，国际油价搁再加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海巡署的中部分署是透过智慧监控系统，发现伫中华汉堡的南仔地有一个查甫人，伊是直直向这海里行去，因为苏当时是电流，这海水已经涨悬啊，所以海巡是赶紧出动来找人。加在后来伫离岸边差不多2.5公里的所在，有平安甲人救回来。透过智慧监控系统，会当看到一个人行伫南仔地。拜日暗时9点外，海巡署中部分署第3巡队利用监视系统，在中华汉堡发现有一位查甫一直向海里行过去，随通报消防队协助处理。加在伫距离岸边2.5公里的所在找到人。不要啊，没事。海巡署中部分署表示，当时伫岸边发现这位查甫人的车，透过车牌确定车主身份，要接到家属报案，讲人失踪。因为当时天色已经暗落，而且电流海水已经涨到人的腰部，海巡赶紧出动空翕机，嘛透过红外线热影像撩水找人，顺利把这位失联的查甫救回来。鹿港巡逻站运用环岛智慧型岸基监控系统执行远端巡查勤务时，于本辖汉堡科道发现一男子独自朝海中走去，疑似有轻生倾向。海巡人员抵达科道，随即涉水深入科道搜寻，持续搜寻约20分钟后，顺利于距岸2.5公里处寻获该男子。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男子无明显外伤，仅有失温情形。海巡署中部分署表示，这个透过智慧监控系统，真紧就发现失联的民众，而且成功救援，展现科技辅助救援的成效。海巡嘛呼吁民众，若心情郁卒、心闷，应该爱向专业人员寻求协助。另外，若是伫海边发生任何紧急的状况，民众会当卡118专线报案。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地检署是怀疑2018年0206地档的善款，这小北是无够明确，而且金额是有上千万这么多，所以昨是来约谈社会处长陈家富等6个人。信后这陈家富呢是以4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出海甲自机。目前这专案是向贪污等罪嫌来侦办。也若花莲县府这是这个检调人员选伫大选进前这个时机来办这案，这是引起外界的记录。对于那个40万元交保这部分，是不是有什么那个想说的？不方便透露。半暝半惊出花莲地检署，面对媒体唔愿加回应，敢若简单表示多谢关心。花莲县社会处7月29号检调人员收悉，那像是甲2018年0206进财善款互人检举有关系。地检署指挥调查站人员摕收据票去敲社会处，而且也向财政处、民政处调当年善款运用的原始公文甲过价小目。社会处长陈家富伫7月29中昼时，互人带去调查站理清案情，暗时送去地检署复讯。迄当阵0206地档善款传出真侪争议，包括一开始传出扣列8亿，分4档，1档2亿，用伫补贴受灾的实在业甲观光业，引起退钱的风波。另外，县政府开10多万办感恩参会甲印宣传单，也互检察院纠正涉嫌走私采购法，而且违反预算法经费的使用。花莲县议会民进党团去年也押出0206大地档的善款，上无有7.2亿，互花莲县府用伫公共建设，无直接用伫受灾户，这也造成民众袂搁再相信花莲县府。后来0918大档地档、04、03大地档等大型灾害，各界转甲善款捐予卫福部。花莲县府发声明表示，相关的案情经过真侪档、真侪届的调查，业务甲承办人员也因为时间真久，所以有换过。面对真侪届的调文件，县府拢有配合司法调查，尊重司法，也呼吁爱量查理清真相。不过，检调人员伫选举要到的时，针对这案件大动作侦办，动机恐惊引起外界的议论。复讯了后，社会处长陈家富7月30以40万交保，限制出海自机。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台南民众呢是投诉东区一间补习班，讲这载囡仔的车辆是严重超载，而且这唔是第一届啊。补习班是有出面来回答的，伊嘛解释讲，其实事当时呢是因为临时有学生来报名，所以才会致使超载的情形。教育局是进一步来稽查结果，所发现讲这台车根本都无经过交通车的核备，也就是讲已经违规啊。台南东区街仔顶有一台补习班的接送车，当要带囡仔欢喜出去佚佗，不过详细算算呢，一台车煞载超过10个，超过车辆载客标准，为免互过路人翕落来铺上网络，引起外界烦恼交通安全，敢会出问题。这十几个安尼，真正都对囡仔来讲都无安全的安尼。我觉得很危险之外，小朋友之后也不会有太正确的交通观念。面对违规这期，补习班出面承认当天确实有加载2个，主要是因为休热户外活动参加真踴跃，加上有学生临时报名，才造成车辆背负调度。业者讲当时评估路途较远，骑奥多摆接送的风险较悬，才选择塞车。事发了后，教育局嘛随启动调查，发现这间补习班虽然合法立案，却完全无学生交通车的核备记录，已经违反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以当时的状况来讲，开车接送还是比较安全的，而非骑机车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会跟家长告知。依据《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补习班接送学生的车辆应办理核备，并依法设置学生专车标示。教育局将到班稽查，安排路边拦查。针对这单事件，业者讲后续会严格检讨改进，教育局后续会结合行政单位来调监视器调查，会安排教班课查顶任务。若到时有影违规，会依法罚款，会要求限期改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好，来看这卫福部其实有规定讲，面条这款物件呢是袂使使用苯甲酸这种防腐剂。台湾消保协会最近查验结果所发现讲，25件内底有3件是去验到苯甲酸，其中1件就是伫咧高雄市三民区一间30栋的老店。这卫生局就随派人去稽查，若准确定有影，安尼就会依法该罚款。卫生局人员来到三民区这间30年的做面老店稽查，因为台湾消保协会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的传统市场25间做面的店家去查验，结果高雄有2间店验出面条未当蓝的防腐剂苯甲酸。协会讲，这间老店的生理好销路快，因为就捌验到，这回验到数字竟然悬价3.26，是另外一间的3倍，实在讲唔通。2016年，他其实就有被高雄市卫生局抓到，他有违法添加苯甲酸。所以它等于是累犯。大人可比讲60公斤，你上加会当加0.3克，就是你的含量，就是食这超过去，你就会超磅。教授讲，大人一天若食超过0.3苯甲酸，就是超磅，尤其对肝病、腰子病有新的负担人，危害是更加大。卫生局早起接到通报，就随来参强要登去化验，确认是毋是有蓝苯甲酸。有消费者拄买煞，听到消息拢感觉真意外。针对消保协会公布的结果，当事店家讲，伊毋知影协会验的是倒一款面，不过伊无蓝苯甲酸，会配合卫生局的调查。面的种类有很多种，有的也是我们加工，有的不是啊。对啊，就这样啊，我们只可以等结果。偶尔会买，1个礼拜的频率大概多少？啊，没有，大概1个月会有1次吧。那你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有点不安心？对，有一点怕。卫生局表示，中央规定现做的面条就是袂使验出苯甲酸，若是化验证实店家有违法使用，对按照食安法进行相关的裁处。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是通知咱国旅行社讲暂停来受理台湾人申请去摩洛哥的签证。咱外交部是证实这件代志是有影的，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呢，除非是专案核准，摩洛哥的人也暂停互因申请来台湾。摩洛哥政府骤然采取停发措施，已经对国人赴当地商旅造成障碍，并影响两国交流。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外交部宣布从7月30日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咱外交部是表示讲，这摩洛哥政府呢暂停予台湾人签证，这已经造成观光甲商务的障碍啊。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咱国也会暂停予摩洛哥的人来申请来台湾的签证。外交部会继续来关注后续的发展。也若7月20进前已经摕到摩洛哥签证的人呢，也是会当伫个期限以内入境。
另外来看，这欧洲国家法国呢，最近是因为热流抢降温，西南部的火烧山这灾情是未收煞，已经烧到葡萄酒的产地，也就是波尔多，甚至呢也来出现这火灾互焚的现象啊，或者火势是更较歹控制。目前除了是法国以外，西班牙、希腊也有土耳其，嘛是拢咧火烧山，统计拢总是有23个人死亡，数百个人受伤。今年热浪第4波烧影，40度的高温，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火烧山未收煞，烧掉4.2万公顷，差不多是1.6个台北市。同时已经影响到葡萄酒的产地波尔多，高温吹入波尔多市区，空气品质不好，对有心的人来讲真不利。Une inquiétude un petit peu parce que je suis quand même un public entre guillemets à risque. Mais c'est pas pour autant qu'on va essayer de s'empêcher de vivre, on va juste adapter, on va mettre le masque du coup. 法国目前主要的火场除了吉伦特省以外，巴黎郊区枫丹白露森林的火拍花又搁倒起来。另外，火烧山也产生真罕咧看到的火灾互焚现象，极端高温就亲像是烟筒共款，甲高烟、火呼、甲水汽撒去到10至15公里的天顶。这种大火焚会伫高空透风甲细纳，而且伫周围区域落火雨，引起新的火星，互拍火行动更加困难。专家也搁在呼吁，一切的根源就是爱控制气候暖化的速度。So what we must do is try to stabilise the climate. Scientists have been saying for a long time now, the only way to stabilise a climate, the sort of Earth system we have, is that we've got to decarbonise. 那西班牙的火场主要是伫首都马德里西边，也有马德里周围的省。统计起来，法国甲西班牙两国已经烧掉30万公顷的山崖面积，差不多是11个台北市。Todos los días tu montaña verde con su fauna, su airecito fresco, y de repente vienes y lo ves que es Mordor, está todo quemado. 法国甲西班牙已经撤离超过36万人，另外包括土耳其南部，也有希腊也拢传出火烧山的灾情。西班牙已经有14个人死亡，法国甲希腊拢有消防人员殉职。统计欧洲这波火烧山已经造成上无23个人死亡，也有数百个人受伤。为了防止火势失控，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调动14个国家数百个消防人员跨境支援，而且派11架拍火的飞行机登驻法国。这波烧影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才会小可转和，也较有通控制火势。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或者人为的开发对生态是有真大的影响的。来看印尼的巴厘岛呢，是直直安尼起高级度假村，想要请愈侪国际观光客，也毋过过度开发呢，所互当地上界有价值的自然景致面临危机。巴厘岛是吸引国际观光客去了搁再去的旅游金鸡堡，去年共接待700万人次，当地一直拢有扩大建设的需求，四界拢是别庄甲高级饭店的工地，足侪人拢想要来遮客家花。Do you want a property just like this for $62,000 USD? We have 3 units left in our Canggu Loft project. DM us for the details. Vous voulez devenir propriétaire d'une villa à Bali à partir de 25 000 €? C'est officiellement possible. 目前差不多有10万个外国人是伫遐住透冬的。画面上，这栋270米4方的3房别庄，就是一对法国翁仔某买的客制化建案。不过，大多数新建案也是以短期出租来投资的小型单位，因为马里岛观光的需求真悬，真有投资吸引力。Today, you can get turnkey investments in Bali starting at 10, 11, 12% net returns because taxation is ultimately low and the tourist appeal is extremely strong. 俗搁有村的劳动力对巴厘岛开发的风气真有帮助。来自印尼各地数千个劳工拢来找工课，住伫工地边仔的插座工寮林，环境渺小，简单会当倒伫涂骹困。不过一个月差不多台币10000桶的工资，是比国内各地平均较悬。开发的创造工作机会，嘛吸引部分农民卖田园，趁一笔会当减拍拼几十冬。不过，这拢互地方付出环境的代价。来到地区上方感觉舒坦的青翠山内田景致，豆豆互南马孔看过去。目前马里岛逐冬流失差不多1000公顷的田，继续落去到2050年，全岛1/4的田会消失。尤其爱慕的天堂乐园继续面临开发的压力，抬价扣粮的危机。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继续当来关心，这台湾台南市呢有超过30个机关是无分党派做伙来联署，要来成立南洋族语的福建连线，要把这台南市变作是台湾的台语首都，要把这个台语当作是台南市的通行语，也望讲透过这官方的行政系统，也有学校教育等等4大方面做伙来推送。台南市，世界的台语中心。大声发出口，高展现决心，要和台南成做台湾的台语首都。台南市议会日到下晡，有超过30位议员来联署，除了成立南京族语福建连线以外，也甲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以及台湾官方语言制定会议来宣示，要透过公部门行政系统、学校教育、生活空间、甲文化经济生态系，全面来发展台语，实现语言平权，也和台南成做世界的台语中心。会使为家庭的这个母语，一直到学校，一直到社区，甲咱这个官方的这个系统来成做一个系列的一个连线。咱议员伫咧议会咧质询的时阵，拢会使尽量来用台语啦。咱会使互台语慢慢啊，唔通讲敢若就是伫咧一寡较正式的场合，拢无用台语，拢一定爱用国语。学校老师无讲台语。长辈是大人都唔敢甲囡仔讲台语，哦，因即摆若知影讲，咱台南学校老师用台语咧带囡仔咧教册，伫厝里头，佮甲囡仔讲台语。对公部门开始带头讲台语，推出沉浸式的台语教育，甚至甲路牌地号名拢用台语来做，打造全面的台语环境。这项台语首都计划拄起鼓，要行的路也真长，不离过唔那台南市民真期待，就连日本人也真认同。我们是只有在网络上学习而已，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是那个没有学的机会，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可以一起活动的话，我们的那个台湾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的。因为囡仔大汉以后，即马大家拢讲华语嘛，所以囡仔就开始互伊接触有这个环境是真重要。陈立军表示，台南市6岁以上的人口有95万人讲台语，不过12岁以下平时有讲台语的囡仔数敢若7%多，主要原因就是无一个讲台语的环境。伫咧记者会顶端，台南市长黄伟天嘛答应会全力配合，和台南成做台语首都。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这主权 AI 模型呢，是即马国际相当竞争的趋势。有民间团体甲企业呢，是来宣布成立开源基金会，有个这未来3档会投入3亿，推动 AI 开源产业的发展，也有人才培育。这基金会是表示讲，未来推动台湾开源主权 AI 的时，唔但是会加入这台湾民主甲人权的价值，嘛会投入这本土语言的语料，帮助 AI 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嘛会当互一般民利用这个 AI 来学本土语言。全球进入 AI 时代，民间自通信协会、NGO 和企业拜四宣布成立开源基金会，预估未来3年会投入3亿，来推动 AI 开源产业的发展和人才培育。基金会指出，未来会投入6大方向的计划，包括培养人才、建立商业化和企业参与的机制，连接国际和社群，嘛培养台湾原生的开源软体，担任中立的角色来管理重要的专案。我们接下去会开放的一些平台，大家把自己帮忙教 AI 怎么讲台湾话，怎么讲我们的各个地方的特殊的语言。我们学台语、学客语，我们也可以用 AI 老师来做自己的这个学习。基金会强调，推动台湾开源主权 AI 时，唔乃加入台湾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嘛会投入本土语言的语料。有业者表示，建立主权 AI 模型是即马国际当咧竞争的趋势。开源基金会成立，唔乃使互国际看到台湾，嘛会当创造真大的商业价值。其实大家看到台湾很多的非常好的一个工程师，其实他们都参与了国际很多大型的专案。好，那我们希望说，当然我们希望台湾有自己的一个专案，然后也可以分享到全世界，然后至少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在开源上有自己的一个话语权，然后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基金会表示，未来台湾主权 AI 建立，唔但对规个 AI 产业链的发展有利，嘛会当互一般民众利用 AI 来学习本土语言，甚至互外国会使透过 AI 来了解台湾，加做文化和科技的外交实力。司法部也表示，台湾有世界上强的半导体和硬体，透过推动 AI 和软体的开源，会使愈提升台湾的科技实力。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
这几日为着这个食安风波，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伊是话要来倒告，也毋过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伊是讲互赖清德落台，安尼才是即卖的重点。也那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辛碧荣，伊是讲蒋万安即时呢提出倒告，就是想要跳级来参加大考。台北市长蒋万安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坐无人机的单位听介绍。北市府串联美国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斗阵推设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创头一个会使整合物流、服务、过界甲跨境电商去美国的配套，甲企业斗相共，提升全球竞争力。我刚到达台湾时，台湾是美国第8大贸易伙伴。如今，台湾跃升为美国第4大贸易伙伴。商机媒合会要并建立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合作的机制。再拄去美国访问，回来台湾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辛碧荣强调，这摆的交流无限国会外交，也是城市外交，佮包含在地企业也有智库。不过最近倒告议题是继续炭烧，将民众党创主席郭文哲就讲倒赖总统的赖，这是重点。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就放掉，讲要倒告做你来。如果他有这样的气魄，面对毒油风暴，人民还会站上凯道吗？我同意柯市长他所讲的倒赖。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赖清德总统有肩膀，卓荣泰院长负起政治责任，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提出倒戈的想法。倒戈这个的战场是在全国了但是呢，我们台北这个市政的考卷毕竟就还是在台北，所以呢，如果他真的是要选台北市长的话，他关心的应该是台北的市政。辛碧荣就批评蒋万安提倒告是台北考卷抗北，就赶要参加全国大考试。台东市长罗秀燕就表示，若是真正倒告成功，国会解散，建议国会定选甲年底地方大选会当合并选举。如果分散选举时间这么近，那分2次投票的话，劳民伤财。如果是到时候可能会发生史上第一次中央选举跟地方选举合并办理那这样比较妥当。有国民党立委就提供，是不是要让5色无分区甲民众党合作？蒋万安就表示，尊重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的决议，立场爱一致，欠一个拢袂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有公开一张咱海巡署的台北人，还有美国的巡逻人美吉特号做伙出现的相片。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伊是回应讲，这美国是真理解台湾就是这片大海唯一的执法机关。后礼拜咱的汉光演习，嘛会甲这个海巡甲放入去。另外呢，有学者是认为讲，美台之间即马就是透过实际的合作来反制中国铺设地带的侵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大动作，而北京罕见伫人面前抛出台湾海巡署巡防救难舰台北舰，还有美国海华防卫队运用巡逻舰美吉特号，伫同一张相片内底出现，两只军舰编队航行。AIT 表示，美台互相合作，包括搜救、海洋资源保育、打击非法掠鱼仔、拦查海顶毒品走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强调讲，美国理解咱国是台海唯一的执法机关。台湾、菲律宾、澳洲的海巡单位呢，已经强化彼此的合作。在过去这几年来，不管在日本海、在南太平洋、在南海，都有很多呢合作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中华民国主权、保障渔民权益、提升海域执法能量及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国际合作。真拄好的是，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后礼拜举行的汉光演习，内底重点演练的项目都有反封锁护航，而且甲海巡纳入去操演内底，进行兵士甲战士的转换。海巡甲国军会合作演练物资接收、清点、转运甲护航。根据学者观察，美国透过具体行动，甲台湾的海巡合作，强化台海在内的第一岛链防卫，反制中国铺设地带的侵扰。中国想要刻意的在第一岛链扩大它虚无的这种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 AIT 就是把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合作展现出来，用意就是力挺台湾的海巡，还有第一岛链的这个开放跟自由的航行。
有关咱国民众去中国失去联络的人数，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2024年咱国差不多有277万人次去中国。陆委会通报失去联络的，防留伫遐调查，也有防限制人身自由的，拢总有55个人。也若去年是323万人次去中国，通报的案件成长4倍，有甲221个人。今年顶半年去中国的有184万人，到7月份为止，通报的案件有126个人。2年过落来，累积的通报有402个人。可能不够周全的资讯，或者是蓄意堆出来的一些风险的时候，当国人忽视了未来真的有风险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陆委会就变成放羊的孩子了，不会有人在乎或者是重视我们陆委会所发布的一个警讯。在防通报的402个人内底，互中国关押的有216个人，开设诈骗案件的有134个人，刑事案件的有58个人。宗教案件有23个人，国安案件有1个人。那也立委廖先祥甲陆委会发声，讲有关去中国的风险，资讯若无够完整，莫咧遐直直喊。也若区税前回应讲，中国一直招咱国民众去中国旅游，却无提供人身安全的保障，政府有义务提醒咱国民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防论性来看，美国国防科技公司 Shield AI 呢，甲雷虎科技是伫屏东东港的大平湾来进行无人船 AI 的自动监测。透过这 AI 自主的判断、任务的分工甲合作，这无人船若做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安尼就会自动监控，而且去甲炸落来。也毋过，这雷虎科技的董事长呢，伊是表示讲，若准备继续来提悬咱的国防能力，嘛是需要有够额的预算来支持。红色的目标船从入去警戒的范围内，两台无人船发觉了后，随船头加紧速度跃过去，对伫红船边啊一直到离开。这两只无人船是美国的 Shield AI 公司使用自身开发的 AI， 装点雷虎科技的海沙号无人船面顶执行任务，伫东港大平湾的内海，针对台湾四面环海的状况进行自主巡视监控的任务测试。这个软体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执行者，就操作者，很简单的去定义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给这个指令之后呢，我们的系统就可以自主的去判断该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任务。美国公司表示，因开发的 AI 目前已经应用第30多种的无人载具顶悬。这届测试的重点是使用 AI 进行无人船群的整合合作。AI 队长船只发现青云船，会自动分配任务给其他友船，互相协调行动。规个过程完全无需要人力控制，人员只需要分析无人船送回来资料，然后状况再去调整指令。我们当然是非常看好这个无人快艇这个领域，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那为了台湾的这个整个安全的考量，当然我们非常期待这个国家相关的预算跟这个政策嘛，我觉得政策最重要，再来因为政策会决定这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跟数量，以及这个民间。对这个国防产业的认同。虽然规个测试过程算顺利，不过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嘛是爱预算有够，才有法度提升防卫能力。毕竟国防产业发展的技术和速度，拢是全民所仰望的。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法务部对2010年开始是来举办这苏永林的解婚的比赛，到今已经协助超过8000多人来成功解婚啊！今年是拢总有500多组报名来参加，落尾是有7组呢，这苏永林是得奖受到肯定的。法务部是指出，这收容机关内底呢，结婚的人口其实是真多，袂少人结婚已经食10档以上啊，所以要彻底来解婚，确实有影无简单。经过医生检查尿液，佮透过机器检测一氧化碳的浓度，确认敢有解婚成功。法务部今年咧新竹加甲举办收容人解婚比赛，当中经全台500多组收容人报名，一组2个人，其中1个负责见证，最后拢总有7组得奖。其中有得奖的收容人讲，伊甲解婚成功当做礼物送给阿母。太阳妈妈，我今年送你的母亲节礼物就是我成功戒烟了。希望我可以让我自己戒烟成功，也可以鼓励家人，也可以戒烟成功。法务部指出，过去收容所内底结婚的人口多，要解婚命无简单，真需要坚强的意志，也提供奖金肯定解婚。其中首奖会当摕到新台票3万块奖金，另外6组也有6000块。希望解婚成功的人，未来会当鼓励其他的人做伙解婚，让身体更加勇敢。松人里面有将近40%就是一个不陪伴的松人。那他们要戒毒，那首先就是要戒烟。那戒烟的话，本来就很考验他的自制力、他的意志力。
所以说，我们结合这样国民健康署的，还有董事基金会给我们的一些资源，来推动松木人，来鼓励他们戒烟。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戒烟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促进家庭的幸福美满。根据法务部的统计，自2010年到当为止，已经协助超过8300个收容人成功解婚，也希望未来继续透过比赛，鼓励收容人注重健康，来当互家庭圆满，避免离求婚的危害。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在嘉义市最近是有民众发现，讲在社区呢，到半暝时啊，有当时就会出现一大群的狗仔来攻击这笼洞猫啊。也因为这狗仔出现的时间呢，拢是伫咧半暝，而且因的范围呢是包括着嘉义市的东区甲西区，其实这是拢有的。所以，互附近的人是怀疑讲，有可能就是有人挑故意放狗仔来咬这个猫仔。即马嘉义市府已经开始咧调查，要追查这个狗仔到底是倒位来的。半暝时阵，民众徛起敢是去翕着几只狗仔为外口撞入来了后，刷来就听到猫仔咧叫的声音。这狗仔攻击猫仔了后，才做伙离开。这款的状况毋是一届，而且伫4、5公里外别个社区嘛，共款出现一只狗仔攻击猫仔的代志。6、7只有咧，拢遮大只，拢足歹。吼，迄人饲的哦，迄人饲的，狗足水的哦。安尼。他们每次来都是大半夜，大部分都大概6、7只。这些狗的范围太大了，而且是都同一群，所以我们就认为它不太可能是就是自己来的。附近的住户表示，日时伫社区其实拢看无这个狗仔，而且因出现的时间大部分拢是半暝较济，所以才会怀疑敢是有人饲这个狗仔专门来攻击笼洞猫。如果犬只是属于有当犬的话，我们会立即执行捕捉以及带回园区来安置。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市政府相关单位已经有伫发生过攻击事件的所在进行调查，要找出狗仔的来源。农牧科嘛呼吁民众，若是有看到狗仔群佮出现，千万唔通挖近，也是想要来赶狗，会当通报相关单位或专业单位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面对即马即个涉案事件呢，有民众是认为讲，若准有合法的资讯的管道，安尼就会加较安心。所以因应着这民众的需要，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是自7月30，也就是今仔日开始，有来设置使用优品的健康资讯的门诊，提供评估甲卫教，嘛会当协助这民众来了解实际的健康风险。中联邮局的涉案风波还未收煞，小数表示，未来若行政院版本的涉案法修正草案若有通过，都会要求特定业别甲规模的食品业者、食品安全甲设计划，都要提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强化涉案管理。面对即阵的涉案事件，有民众是表示无食烦恼，嘛有人认为即卖资讯真济，若有合法的资讯管道会较安心。对，我没有很担心这件事情，一个合法公开的管道去做后续的处理。为着民众的健康，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自7月30开始，有设使用优品健康资讯门诊，提供健康评估的服务。民众若有需要，麦当免费为营养师提供食食的建议。医生表示，真侪民众毋是烦恼中毒的问题，是真恶判断有啥物资讯才是正确的。但透过门诊提供专业的卫生教育，麦当协助民众了解实际健康风险。焦虑到辗转反侧这样子，这样子的人，他觉得哦，我真的很想听到一个专业的人员，就是好好的解释回答我的疑问，让我可以安心。那他就适合来这边进行卫教咨询。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表示，使用优品健康资讯门诊，为拜1到拜6拢有提供服务，而且免收挂号费甲咨询费。病院希望透过医生甲营养师的专业评估，协助民众厘清涉案的资讯。记者郭正阳之讲台北报道。讲到要提悬这个国防论性，这陆海空3方面就是基本的。来看立法院是来审查无人机的条例，也毋过目前呢，这条约也是无共识。前美国印太安全事务部的这个助理部长薛瑞福，伊是拜会总统赖清德的时呢，赖总统有当面来感谢伊，讲伊真用心向这台湾人来说明无人机的重要性。也那薛瑞福伊是表示讲，其实这美国是真烦恼中国威胁到台湾，伊即阵来就是要听赖政府的建议。
前美国印太安全事务部助理部长、印太安全研究所的主席史瑞福，让10个月过来台湾，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讲史瑞福是台湾的老朋友。不过，对立法院审查无人机的条例，条约无共识，条文保留送协商。赖总统特别感谢史瑞福，教咱台湾人说明台湾建立无人机体系的重要性。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要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我要感谢薛瑞福主席，一来到台湾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跟广大的台湾社会大众说明，台湾必须要建制属于自己的无人机体系。But those developments notwithstanding, we still note with concern the Chinese pressure, the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coercion, and the intensified lawfare campaign, trying to squeeze Taiwan and trying to put pressure on you. 也拿中国提出跨国镇压专法，试射飞弹威胁区域和平。赖总统就表示，台湾知影和平就要靠实力。史瑞福就回应，美国甲台湾拢是为着民主一直咧拍拼。讲中国无论是用文的还是武的吓，对台湾真做压力。这摆来台湾，就是要来听赖政府的建议，了解台湾面临什么款的挑战。赖总统就望台湾甲美国会当深化合作，咱台湾嘛会继续强化无相对的战力。占南国造海军号透早就互看到，一礼拜出海2摆，30展开第14摆的占航，伫咧接近测试的尾段，不过要是还未展开看美耐航的测试，学者就指出，海军号就要跨过耐久测试限，验证会当继续作战，还有生活能力，包括关键设备、供电、生活设施，拢要长时间维持正常的运作。这些可能就会测试到它这个跟它舰上舰员这个维生系统这个比较有关的。这些相关的测试，像例如说这个船上最重要的是氧气嘛，那个供水啊，那个饮食的那个储藏啊等等的各方面这些系统全部都要验证，那这样子才能表示这条船呢才能够功能才趋近完整。另外，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大运用铺设地带骚扰，引起美国的烦恼，惊讲会影响到区域稳定。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等人提出对策的方案，包括要求国务院提交监测中共铺设行动的报告，斗阵甲区域伙伴强化合作，甲中国吓阻挡中国的侵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针对总预算案是来进行调查协商，这行政院秘书长赵敦涵伊是特别点名哪位洪晓玲，讲反对删除甲冻结包括着行政院长杜英台的薪水等案。也那洪晓玲伊是强调讲，家己唔是黑白乱开的。我已经还是保留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还1300多个案子。照你的意思，我已经照你的意思保留，还有什么意见？这会到底还要不要开了？韩国瑜主动陈情量法院，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提案，要甲行政院施政甲法制业部1437万的预算全部裁掉。经过行政院秘书长张春涵说明了后，韩国瑜才是保留。不过陈情量阁讲话挺王晓玲，让韩国瑜真不满。前一天协商的时阵，张春涵就点名反对王晓玲提案，要甲行政院长杜英台薪水冻结。迄时国民党党团总调鲍昆萁阁气甲交出来，引起冲突，互协商先暂停。确实会或多或少影响行政院的基本运作，各个部会、行政部门的基本的运作，或者是基层员工应该有的待遇。大家都应该来合理的、理性的讨论。有非常多的民众都认为我删掉陆委会的没宣费是做得很好啊，那么我也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严审各个机关部会的这个预算。在国会里面呢，要称王的人呢，其实要保持一定的一个风度啊，在国会里面应该是很理性在问政的一个地方。张春涵认为，国党受民意监督，社会自由公平。民进党团是批评鲍昆萁失去国会应该爱有的风度。也那台北市长周万安等多个议题，团讲有国民党立委提议要甲不分区立委争5席让予民众党，争取拿白合下过多个限。所谓要这个合作是就不分区就一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无从所知。基本上战术上是可行，可是战略上呢？必须要慎思啊。那么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解散国会
是总统的职权，台北市长有台北市长该做的事情。对英台就讲，倒个是国会工作，呼吁地方首长应该要先把市政顾好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以9票比3票通过这利率是依期无要变的，也毋过美国四大指数是全部收乌。也若亚股呢，日本甲韩国其实是有了起挂，台股这盘中是大震动，上悬是徛倒来到41155点，也毋过后来又搁跌落来，起无介济。美国联准会主席华喜上任以来主持第2场 FOMC 会议，不过甲顶摆会议针对利率无变，全部无意见通过比起来，一概出现3票反对票，主张应该升息一码。We understand that the 5+ years of inflation above target cannot be cured in 9 weeks, or by a single month of modest price decreases. This Fed will not waver. 联准会鹰派官员的言论引起市场看歹的情绪压升。唔那拜三美股全面收乌，道琼指数搁较重测1153点，比较美股走弱。拜四亚股是规个反弹，由盘转起，韩国盘中捌起超过5%，日股捌起超过2%。台股对开盘上加39404点，一路冲关千点，登来到41155点了后，起势收缩，指数伫个4万点起起落落。韩国股市已经企稳反弹的情况之下，台股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这个守住半年线3天低点不破的话，那么行情呢就有渴望进一步的一个反弹。国内跟国外的政经的情势，我们密切的关注。如果有一些失序的状况，我们会做适度的来处理。专家分析，比较前几天台股开盘的重点以科技股为主，拜四正做带动台股起势的先锋。宽达股台积电盘中上悬2260块起60块。联电起停112块半。随望这回美国联准会利率拢无调，有学者指出，美国联准会委员的鹰派言论加重升息的压力。一旦负向的冲击会慢慢的发生，那对于过去正在大幅投资的这些产业来讲，那他们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投资决策？学者指出，美国通膨的问题等咧出现，若是美国以升息来压制通膨。而且升息的幅度若伤大，可能会引起企业倒去，甲影响就业，就要慎重判断利率的动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争，即卖呢为着要来保护伊朗夺取美军伫个约旦的基地，美军昨暗是来展开反击啊。另外一方面呢，伊嘛来甲这沙烏地阿拉伯合作，空袭伊拉克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也若停伫个埃及港口的一只天然气船呢，那像是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也互国际油价搁再加悬。中东战火阁开始咧军架，美国中央司令部29对伊朗发动空袭，毋过无公布具体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强调，这是对伊朗攻击美军驻约旦基地的强烈反击。川普去问到美国甲伊朗敢有法度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伊讲这爱阁观察。上时中东战事开始咧行，由美国出资的天然气船29停伫咧埃及的港口，好亲像是去互无人机攻击烧起来。川普去问到这件代志是毋是甲伊朗有关系，伊讲这已经是老部署啊，美国会甲因定甲金死死。I'd like to give you a report. I've been briefed. It's a little more of the same, but it's going to be straightening out. It's going to be straightening out.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伊拉克甲沙烏地阿拉伯嘛拢向加入去这场战争内底。美国29甲沙烏地阿拉伯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事实上，自美国甲以色列伫2月2日对伊朗开战以来，沙烏地阿拉伯一直避免直接参加战事。根据法兰西24的报道，沙烏地阿拉伯的报告讲，因的原油设施已经连续2天去无人机拍到。若是沙烏地阿拉伯指责讲，这是甲对乌兰革命的伊拉克武装组织所做的。The one thing we don't want to see is any expansion of the conflict.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f these are adverse developments 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因为即马美伊战争阁开始咧行，全球的原油嘛拢一个手就起一个真厉害，结束连续3个交易日拢是跌的态势。波兰特原油机会29上悬，挖近每一桶91美金，一天就起超8%。公司新闻深入批评入。
好来看，其实这灾害现场呢是正需要监控这个空气品质。环境部是来推动用无人机采样，未来有毒的气体辨识的时间是当对1点钟缩短到10分钟。另外，这环境部也来发布灾害废弃物的管理指引，希望会当帮助地方政府来规划灾后废弃物的处理方式。飞行到现场之后，他会把现场里面的采样了出来。毒气采样器的研发人员说明无人机安怎飞到灾害现场采样，分析有毒的气体。过去拄到工厂火灾、锂电池导火甲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愈来愈多，救灾人员嘛常常爱到现场采样，判断有害物质的种类。环境部拜三公布新的灾害应变措施，希望利用科技掌握灾情，来改变过去敢会当灾后清理甲应变，变作为源头预防甲科技应变。灾变现场的这一些的实际的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些有害的成分？这些它目前的浓度是怎样？那以及适当的一个救灾的方式是如何？那很重要的是提供给我们现场的指挥官。环境部表示，未来面对化学灾害，会当利用无人机甲毒气分析的设备，到现场采样辨识有害物质，分析时间会当为1点钟缩短到10分钟。环境部嘛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甲灾害废弃物暂时条防灾安全指引，希望协助地方政府在灾后快速分类处理废弃物。包括我们事前呢就准备好第一战场跟第二战场，第二个是我们运作救灾中的管理，进入战场的垃圾我们做分类的处理，以防垃圾场有灾害的发生。第三个，我们进入到战场之后，我们做后续的资源循环。环境部表示，目前无人机采样新设备还在试验的阶段，实际要安怎落实甲应用嘛还在研究。不过目前有针对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咧做教育训练，希望未来会当加新技术用伫第一线。记者郭金勇之讲台北报道。下晡报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台湾各地甲平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会落局部短暂微阵雨。透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嘛会落一寡短暂阵雨。以上是这个两道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